真侪人伫咧拍拼推塞台语，这台语的发展安怎做才有活路呢？最近有一位作者叫做赖一心，伊出版一本台语宪章，伊是指出讲咧未来台语人口老化，会晓讲台语的人，恐惊20年后剩无到1%。作家整理着国际上这语言发展的例，也针对着国家语言发展法甲宪主时台湾政策对这个语言发展的政策提出来检讨，伊也主张讲咧甲台语定做是法定的官方语言，发展才有活路。加拿大魁北克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不过英国因为法语人口降低，英语佫占优势，地区法语的生存甲文化受到威胁。到1977年，政府颁布法语宪章，才受到保障。为着台语的未来，也有人写出台语宪章。作者赖一心自伊的囡仔伫学校读册了后，意识到多数人都无咧用台语生活。伊主张甲台语定做地区的法定官方语言，发展才有活路。阮无爱上母语课啦，阮要爱用母语上课。吼，这族语吼，就是爱甲伊定做官方语言。伫咧行政、教育、媒体、司法各种的这个系统内底去使用，安尼咱的族语才有法度搁活开。赖一心指出，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高达7年，日头无够生活中的台语使用并无明显增加。伊认为应当爱反省语言政策，面对强势的华语环境甲中国的文化渗透，赖一心嘛强调台语的国安功能。渗透因的这个成果慢慢拢咧浮现出来。这就是上重要原因啊，就是咱的语言是共款，无法度去接受到这个因的这个认知作战的这个资讯，安尼这个中国因若要搁做这项工作因的迄成本会提足悬。台语宪章除了整理国际上语言发展的例，也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甲宪处时，台湾政府对语言发展的政策提出检讨。作者把这本册当作是害我台语社会运动的宣言，但也透过全国巡回讲座，希望招民众同齐来思考台语的未来。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